只凭一记铠甲，就能保千落姑娘不伤。这穆家公子口气倒是不小。那是霸王甲，昔日的江湖第一机关师吴六甲所铸。吴六甲与剑心种李素王前辈并称，专擅机关术。据说他潜心研究多年，用尽了所有门内顶尖的材料，才打造出了这一副霸王甲。霸王甲附身之处刀枪不入，少了受伤的部位，进攻者更增其优势。与李素王齐名，我怎么没有听过？唉，那是造出这霸王甲之后，因为价格实在太过于昂贵，没有人能出得起价钱，以至于吴六甲和他的机关门破产了。原来如此，这穆家既查得到李素王住的洞千山，又买得起吴六甲造的霸王甲，甚至还能把这堂堂霸王甲借给一个陌生人，还真是有意思。千落姑娘光明磊落，借是应该的。锦威公公鸳眼上的符箓已经快要全部散去了。千落师姐，